近年，張敬軒經常被傳媒同埋粉絲叫軒公，佢嘅網上節目軒公敲碗亦都以軒公稱呼自己。但早幾日佢出席完活動，返到屋企做直播嗰陣，突然表明想擺脫軒公呢個名。張敬軒日前參加咗一場商場戶外 show， 佢喺台上表演幾分鐘的約會、青春常駐、青春告別式、櫻花樹下等經典歌，吸引咗大批粉絲同街坊捧場。而當日嘅活動司儀係由前無線資深新聞主播方健儀小姐擔任。活動當日，方健儀以掌聲、歡呼聲歡迎軒公張敬軒嚟介紹張敬軒出場。喺同日夜晚，張敬軒喺自家節目軒公敲碗入面講到，不如大家提議下點樣擺脫軒公呢個名。我今晚俾阿 Kina 方健儀小姐喺個台度嗌軒公，嗌到突然間有啲悶，同觀眾表明其實自己唔中意軒公呢個稱呼。喺網民轉發相關新聞後，方健儀迅速回應，喺社交平台留言道歉。其實我有疏忽，做司儀理應確保嘉賓是否喜歡被稱呼其外號，經一事錯一致，抱歉抱歉。佢承認當日介紹嘅時候未有充分考慮張敬軒嘅感受。不過有部分網民認為張敬軒嘅言論有啲過火，畢竟佢以前喺節目入面都成日叫自己軒公，亦有用過信軒公、食何濟公作為廣告嘅宣傳詞。喺節目林明禎都係用軒公嚟稱呼張敬軒。網民指方健儀根本唔應該道歉，直言方健儀真係最無辜，仲話專業司儀又唔係你肚入面條蟲，叫一個大家認可嘅名有咩問題？對於呢件事大家有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